后来，这件拍人的事件，让台中的治安再度引发到全国的关注。市议员伫议会质询的时阵，是戴着安全帽啊，警体治安恶化，要求市长卢秀燕、警察局长蔡崇碧爱落台来负责。警方伫压力之下，除了甲警察队长甲所长来调职，甲这个分局长来记告之外，警察局长蔡崇碧更加是亲身来带队深夜来做临检。不过，这个警察局长拢已经出动了，巴顿也是有人压倒冤家相拍。这警方随着派出着快打部队，甲人抓回去警察局。警察局长蔡崇碧带队带员警全副武装去国辖区的夜店、有 KTV 的包厢临检，调查大位民众经客买上细片，敢有毒品的味。卖调查当咧抢过的包厢。初步规划的话是先1个礼拜。警察局长嘛出面参加大规模的临检，结果巴顿区阁有人咧闹代志，员警伫车内找到一支刀啊。确认一下什么刀？哦，谁的？你们自己想清楚。无人承认是谁的，拢互带登去警察局侦办。因为男女之间的一些疑似争风吃醋的问题啊。虽然无相拍，不过找到刀啊已经违反社会秩序维护法，员警严格来侦办。因为台中市治安最近无啥好。18岁男大生开车擦撞玛莎拉蒂，就被打到住进加护病房。台中市的治安引发全国关注，而台中市警局强调，对于扫荡黑帮、阻止暴力行为这样的工作，他们从来都没有停止过。警方除了1礼拜来扩大临检要查不法以外，最近1个月来嘛连续查破2件暴力偷窃和上亿的诈骗案。员警入去洗钱的主嫌的房间，甲伊铐起来，也和另外5位共党的涉嫌暴力偷窃，车顶阁有空气枪和球棒。伊伫联邦圣诞的主嫌为首的诈欺案件嘛，互警方查到保时捷、双臂名车，阁有12条房地产，这不法所得拢是被害人的辛苦钱，因以投资人骨合作理由骗被害人汇款，有40个人哄骗的金额有上亿。最高的诈骗金额2000、1万的有2笔。那其余都是数百万。台中警方大动作扫黑扫毒，不过发生玛莎拉蒂的案件，影响台中市的形象。市长华人，局长下来。7位市议员伫安全帽啊，佮夜看棒，要求市长卢秀燕，佮有警察局长蔡崇碧落台，换人对治安负责。